Hello，歡迎返到嚟漂流書室，我係咕嚕。對小朋友嚟講，連環計可能係一個好深嘅詞彙，但係我哋今日要講嘅就係黃允同埋貂蟬，佢哋唔需要用刀劍，只需要用一個小計劃，等壞人打壞人，咁樣就可以解決一個大麻煩。小朋友，如果你遇到一個比你強大、力氣大你好多好多倍嘅對手，你會點樣做呢？唔通你真係同佢打？今日我哋會飛到一個好靚嘅後花園，嗰度有一位好聰明嘅老先生叫做黃允，而仲有一個非常勇敢嘅女仔叫做貂蟬。佢哋面對住嘅係最有權力、最壞嘅大魔王，就係董卓同埋呂布。老先生黃允同貂蟬決定唔用刀、唔用槍，用一個秘密嘅計劃，等兩個壞人自己打起嚟。呢個就係好厲害嘅連環計。準備聽聰明嘅故事未啊？壞蛋董卓同武士呂布雖然好厲害，但係佢哋有一個共通點，就係好中意生氣，而且佢哋都好中意一啲靚嘅嘢。黃允老先生就諗到一個計劃，佢首先請呂布去屋企食飯，介紹一個好聰明、好靚嘅女仔俾佢認識，叫做貂蟬。呂布第一眼見到貂蟬就已經好中意佢，並且答應要保護佢。之後黃允又請董卓過嚟屋企，又將貂蟬介紹俾董卓。呢個時候，董卓同呂布兩個人都覺得貂蟬係自己嘅好朋友。貂蟬非常勇敢，佢配合黃允老先生嘅計劃，喺董卓面前讚呂布，又喺呂布面前讚董卓。慢慢兩個感情好好嘅壞蛋，佢哋開始互相懷疑對方。你係咪想搶我嘅嘢呢？有一日，呂布見到董卓對貂蟬非常唔禮貌，佢非常嬲，而且董卓見到呂布偷偷咁樣同貂蟬講嘢，大家都好生氣。兩個人開始鬧交，最後仲打起上嚟。小朋友，你睇，黃允同貂蟬由頭到尾都冇拎過武器去打仗，只係利用咗壞人中意生氣、中意妒忌呢個弱點，就將呢個可怕嘅團隊瓦解。呢個就係智慧嘅力量。黃允同貂蟬雖然冇呂布咁多肌肉、咁好打，但係佢哋嘅腦袋就好似一部超級電腦，解決晒所有士兵解決唔到嘅問題。今日我哋要學識智慧呢個字。智慧唔係指考試100分，而係當你遇到困難嘅時候，而係冷靜落嚟諗辦法。就好似黃允同貂蟬一樣，佢哋知道硬碰硬一定會受傷，所以佢哋用聰明嘅方法令到壞人失敗。各位爸爸媽媽，當小朋友同兄弟姊妹或者同學發生爭執嘅時候，我哋要教佢哋生氣唔可以解決問題，我哋需要用智慧嚟諗一個大家滿意嘅方法。下一集故事主角要換人啦，我哋要去認識一個成日俾人欺負嘅小皇帝。我哋睇下呢個曹操點樣可以將呢個小皇帝接返屋企，幫佢建立佢嘅王國。我係咕嚕，多謝你今日收聽漂流書室嘅故事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